内心为何此时才到啊？启禀老爷，小人出城的时候，见城门外挂着一张画图，上面画的好像是咱们家的那面福寿镜，下面还写着有人认识此物，官衙去了。梅心，你可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17年前胡氏逃走之时，曾将此物带在身旁，如今为何流落此处？哎，老爷，想当初胡氏与寿春私逃在外，想是他们身上的盘缠都花尽了，将福寿镜变卖，您说是不是呢？哎呀，夫人呐！想这福寿镜乃是先王所赐，失落于此之宝，就有一行大罪。哎呦，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能饶得了咱们吗？哎呀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哎，老爷，您别着急，依小人之见，您赶快到官衙认领。倘若那府尹大人问起福寿镜是怎么丢的，您就说被强人所盗，遍寻不见。只要您把福寿镜的尺寸、大小、样式、来历都说对了，他还能不给您吗？是老爷，咱们赶快去认领吧。梅心带路前往。福寿镜曾失落，今日复现。叫我非死良心内不安。贤德女引来做恶人，将美君去世带上堂来。启禀大人，又有一人接榜。又有一人。接榜之人可是一女子？正是一名女子，还有一个风俗跟随。美君前天等候，传接榜女子上堂回话。是。大人有令，美君前庭等候，那一女子上堂回话呀。来了。
下跪女子可是寿春？啊，我是寿春呐。那一丰富可是你家之母胡氏夫人？正是我家夫人，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寿春，你可还记得当年在代州有人赠你银两之事么？哎呀，记得记得，这位大人名唤灵活，对我之仆有天高地厚之爱，小女子焉能忘乎？日此你抬头观能看。你不是林大老爷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好了啊！17年你之仆受尽磨难，亲历里他母子才得团圆。大人你何斥此言？哎呀，寿春呐、当年你家小相公失落被老夫使得，因见夫人患病在身，故未归还。如今你家小相公已然长大成人了。我家小相公，他现在何处？现在后堂带我还来，我儿快来！真是你是我就是寿春姐姐。哎呀，相公啊！夫人遭此磨难，尚未痊愈，你还不赶快拜见你的
少礼。阿夫人，琳琅偏乱有功，身上封为护卫将军之职。夫人从今以后可以安享天年了。此乃林大人之恩，儿啊，日后千万莫要忘记义父养育之恩。孩儿遵命。你守春姐姐为了为娘受尽磨难，儿要拜他一拜。哦，守春节请上，受我一拜。这上我了。相公，夫人遭此磨难，皆是被那徐氏所害，你要与夫人报仇雪恨呐。那是自然，待孩儿奏明圣上，将徐氏拿至京城治罪。不必去了，徐氏与你父就在堂下。那冤家他就在堂下。真是。待孩儿前去请他。且慢，我儿不可鲁莽，侍奉你母后堂锦衣。大人，你要与我做主。夫人但放宽心，我自有执掌，锦衣去吧。升堂。来，将美君去世大宴上堂来。是。大人有令美君徐氏上堂回话呀。有请老爷夫人。接棒所取，俯首我敬。堂上为何冷森森？哎，老爷，这茬不对呀，咱们是接榜前来认领福寿镜的，是啊这儿怎么跟打官司一样？是啊，方才将你我冷淡多时，如今又是这般光景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嗨，你甭管他那些，想您如今是朝廷的命官，比他这府尹也小不到哪儿去。难道他还敢把您怎么样吗？咱们是既来之则安之。好，我们一同上堂，看他讲些什么。走。大人在上，新任吏部侍郎美君，这厢有礼了。动！俺大美君身为朝廷命官，杀妻灭子，该当何罪？大人何持此言？你倒有无此事？哎呦，这位大人，想我和我们老爷恩爱夫妻，婚后20余载，并无一男半女，这杀妻灭子之罪从何说起呢？此番我们老爷奉旨进京，吏部任职，见大人张贴榜文，故而前来认领福寿镜。要福寿镜，您拿出来。要是没有，我们可没工夫在这儿陪您说话。这要是误了朝中的大事，谁来担待呢？招啊！如此说来，你们是为福寿镜而来？正是。这福寿镜与你家有何相干？大人听了。先祖昔年少边关，杀敌立功，曹郎言，圣上恩
此福寿金，世代相传，保江产。依你之言，福寿金乃圣上所赐，正是。既是圣上所赐，就该爱日珍宝。如今漂流世上，是何道理？这哎呦，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只因我家有一使女，名唤寿春，是她行为不端，将福寿镜盗去变卖，故而流落世上。丢失此宝，可曾上报朝廷？这个并未上报朝廷。失落此宝，便有一行大罪，因你不报，岂不罪上加罪？下官知罪。如今此宝既被大人所获，就请罢还于我，下官自当铭记大人恩德。若要归还此宝，却也不难，只怕一人不允。哪一个不允？就是你那何氏夫人呐！大人，想我们老爷就我这一房，哪儿来的什么胡氏夫人？是啊，下官也不晓得什么胡氏夫人呐。魏勋，你就此一方，就此一方，不曾谋害何氏夫人。哎呀，哪有此事啊！哼哼哼！魏勋，大胆！身为知府上人民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招臣？大人，大人言语我不多，尽管美景有个名声，我何曾乱发度？伤人害命
到日今后悔气，羞愧万分。走向天来双旗做什么？话咱们可得说明白了。想当初胡氏与少臣私逃在外，怎么着？如今却落得咱们伤人害命。你只顾得认媳妇认儿子，难道就任由他们这样胡言乱语吗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们可承担不起呀！徐氏，我来问你，那日老爷算命归来，心神不定，你便献计将夫人灌醉，推入浴池，活活淹死，你倒有无此事？魏军，你倒有无此事？确有此事，只是下官我并未应允，那夜胡氏逃走，使我连夜追寻，怎奈未见踪影啊！许是你还有何话讲？哎呦，大人，这件事情可怪不得我，是算命先生赵半仙说胡氏会产生妖怪，就是怕有辱我们梅门的名声，才想出这么一计。老爷不允也就罢了，难道这也算我伤人害命吗？那赵半仙今在何处？哟，大人都17年了，谁知道他往哪儿去了？哎，大人，哎，小人我知道。快前来！是，赵半仙就在离你府衙不远的绸缎庄里。来，将赵半仙拿来见我。你小子怎么吃里扒外夜，跟我过不去呀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也该让让位了，我得伺候大夫人去了。喂，赵半仙参见大人。赵半仙，有你与徐氏定计如何谋害霍氏夫人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哟，您说的是什么呀？我是一概不知、不懂大秦量，你不招大秦伺候。别打！有招。是那日二夫人命梅心将我叫到了家中，定下了一计恐吓梅大人。他赏给我200两银子。您想想啊，我是个穷算命的，我要不听他的，能有我的好吗？哎呀，许是我伤了你的当了啊！哎呀，大人呐！徐氏设此毒计谋害于我，望大人你要与我阻止。许是人正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我没什么说的了。将许是赵半仙押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是，请老。走就走。姑奶奶，今天我认输了。嘿，报应啊！走啊你！走。回军，待老夫将此事上报朝廷，从前发落于你，也就是了。是的。